缀着老师的教学，一堆一堆卡出手指的纹路，渐渐手指的形体慢慢完成。但这并不是什么精工学校，原来是安平一间影视业者所推出的手作课程，让喜爱家己动手的民众前来体验。对精工蛮有兴趣的，然后就很想体验看看自己做一个戒指。我喜欢目前这个敲击这个动作，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敲出来的纹路都不一样，就是各有各的特色，这样子就是带有自己的风格。自己做的，然后而且做出来的东西是外面不会有的，自己做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外面看不到的。宝泽珠宝旗下影视金刚品牌银链，为了让消费者买到家己心目中上有纪念意义的饰品，在9当前推出这项手作体验课程，让民众家己动手做出上独一无二的纪念。这一段是我们陪伴你去做这一个过程的参与跟会议，所以你的对象是不受限的。例如说，家人之间、亲子之间、父母之间，我也可以带我的爸爸妈妈来。那我的情人或者是我的闺蜜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去一起去创作一个我们属于我们之间的回忆。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制作大约是2个小时的时间。那我们就是会陪伴你。我可以看我重要有连结、有关系的情感连结的人去做这个过程。银链总部因为是位伫咧安平的安北路顶，所以店内也典藏了由艺术家许庆福所制作的福来诗。来安平观光旅游，那来这边的话，一定要来银链手作影视。除了做戒指以外，也要来看一下我们的福来诗，许幸福老师所雕刻的福来诗，这是我们的招财诗，来摸摸他的耳朵，摸摸他的鼻子，来招财一下。那明年的话就是建成400年，也欢迎大家来安平观光旅游。为将手作趣味甲温度推广给更多人，银链这次特别甲福尔摩沙游艇饭店，在520东港将伫咧饭店3楼举办一场100人手作活动。银链也欢迎对着手作课程有兴趣的民众，会当询问报名资讯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